出来了，太阳能板开始运作了。这个兔子从洞里钻出来，要吃这些嫩草，回去繁衍更多的兔子，然后就被狼吃掉了。这个狼吃掉兔子以后，回去繁衍更多的狼，然后就被卡车撞死。撞死这个狼的卡车司机是一个生物学家，他把狼拿回去吃掉之后说：“我吃了一碗羊肉炉。”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世界瞬息万变，太阳却亘古不变。我们刚好本来想说可以闷闷闷，那你讲那个我麦啊？